去了？放哪儿了？难道在家里？这个锦溪干嘛去了？安，进来一下。我下午有什么安排？下午是长城电子项目施工坍塌的问题，合作方会过来商讨解决方案。这个会我不参加了，我回家一趟。哎，可是顾总，让常志成去参加，他自己捅的娄子，自己解决。去哪儿了？给我！给你干什么呀？老娘不是卖的。他是不是人呢？孩子这么小，他发烧的。发烧，天天病人都挨的。我是注重我不是人，你给我钱，我给你吃啊！啊，你给我钱吗？你把这钱给我，你给我滚！赶紧滚！妈妈，你带妹妹要去哪儿呀？你跟我说，我不是你妈妈。又是谁妈？不要！你给我回来！我告诉你，不听话，我把你关小人屋去。到拐角的王奶奶家，给我拿2瓶酒。爸爸，我还要写作业。学习有什么用？给我拿酒去！赔钱货，在家里谁都不听话的。妈妈，你看，妹妹真的不要我了吗？你锦溪，锦溪，锦溪，锦。怎么把鞋子乱扔？锦溪，
锦溪，锦溪，锦溪，锦溪。西城，西城，锦溪，你醒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你别说话，我去叫医生。啊！方叔，快，锦溪醒了，我去叫医生。哦。少夫人醒了。方叔，发生什么了？你真的不记得了？那天要不是少爷临时回来拿文件，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。少夫人，少爷担心您的身体，已经在病床前守了3天3夜了。我睡了那么久。啊，方叔，你赶快让西城回家休息，别让他在医院待着了。常医生，您过来看一下。锦溪，医生来了。贺小姐醒了。顾少，既然贺小姐醒了，就说明没事了。她现在只是比较虚弱，好好休息就行了。那就好。哎，正好她醒了，我想问个问题。好。贺小姐，我想知道那天你都吃过什么东西，见过什么人？您为什么要这么问呢？顾少，我们在贺小姐的血液检验报告里发现迷药的成分，我们怀疑是否有人蓄意将含有迷药成分的制剂喂食给了贺小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常医生，您先去忙吧。好，好，谢谢啊。锦溪，你好好想想，那天家里有没有来什么人？那天中午家里没有人，我睡醒觉以后就下楼了。牛奶，我下楼之后喝了一杯牛奶，之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少爷，我会尽快把事情调查清楚，给您一个交代。进来。常总。啊，找我有事吗？我来是想问问您，上次长城电子的事儿，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吗？我劝你以后还是少来我这为好。没事儿的，顾总这几天都不在公司。为什么？您不知道，怎么了？总裁夫人受伤住院了。怎么回事？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的就是顾总一直都在医院，根本没空来公司。能不能帮我一次？什么事儿？您尽管说。把顾西城最新接触的几个案子资料还有客户联系人拿给我。常总，您让我考虑考虑。帮帮我。
少夫人，我给你切个苹果吃吧。西城，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儿了？公司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现在要做的是安心休息，其他什么事儿都别管。露露。哎。方叔呢？哦，方叔他在门口跟公司的人交代事情呢。锦溪，我去跟方叔说点事儿。少夫人，吃点苹果吧，来，给。好，我说的都明白了？明白了，去办吧。好的。方叔，呀，少爷，我让你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啊，我查看了别墅区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，只在一个摄像探头录下的一小段影像中，发现了一个人影。所以我想，这个人一定对顾家是了如指掌，他几乎避开了所有的监控录像。看清楚这个人是谁了吗？好像是少夫人的表姐苏妍希。苏妍希，想不到这个女人竟然对自己的妹妹下手。方叔，最近公司的事儿，你也知道了吧？知道。你是怎么向奶奶汇报的？啊，少爷，我这是奉命行事。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我只是想知道，对于这件事，奶奶是什么态度。老夫人说，近期家里出的这些事情，很有可能引起公司内部人员的躁动。外界那些对神龙虎视眈眈的公司，也有可能因此而介入，所以希望少爷能够小心谨慎才是啊。我知道了，所以公司那边，你得派人帮我盯住常志成，我怕他近期会有动作。明白。醒了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都不记得了。你是张叶达？想起来就好。来，把衣服穿上，收拾收拾，咱俩去吃个饭。张叶达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的目的就是帮助你呀。你看看自己的脸，跟以前有半点关系吗？你想羞辱我？怎么能叫羞辱你呢？我是让你看清楚现在的现实，掂量自己的分量，不要再这样自作多情了。如果没有以前的脸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如果你要想夺回你以前的一切，你只有靠我。靠你？你能做什么？是，我们俩道不同，但是目的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完全可以信任我。你整容，再毁容，又再次整容，你想控制你的妹妹，结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啊，把自己的金主拱手让给了她，这都不要紧。傅博雅的事儿，没这么容易解决了吧？这个男人到底什么来头？怎么我的事情他一清二楚？
看来还不能激怒他，走一步算一步了。好啊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但你要告诉我我怎么帮你。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把留在你妹妹那儿的把柄都收拾收拾。下面要做什么，我会告诉你。以后你只需要安心的在顾家当你的少夫人就行了。另外，每个月我会给你一笔钱，当做我们之间的合作费用。OK， 成交。我就喜欢你这种识时务的女人。真好啊，终于呀可以出院了。走吧。露露，少爷回家了没有啊？少爷回家啦，他还说让我直接送您回家。是这样的，我好朋友呢知道我今天出院，想约我出去聚一下。啊，可是少爷说了，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回家才行。哎，露露，如果少爷问的话，你就跟他实话实说好了，出了任何问题都由我承担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是好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少夫人，少爷，少夫人呢？少夫人说有朋友约她出去聚一聚，就让我自己先回来了。什么？这刚出院就出去聚会了？哎呀，这个锦溪也真是。少爷，您找我？我去上班了。方叔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方叔，公司的事，一直以来你是跟谁接头的？林理事。林理事，他最近有跟你说什么吗？有吗？您的秘书陆安安，最近一段时间跟常志成走得比较近。常志成，看来这个常志成已经坐不住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好几天没见着我妈了，可想她了。哎，护士，哎，苏小姐，我想问一下我妈妈呢？你妈妈刚才来了一个女孩，说是你姐姐把她带走了。我姐姐？对呀，我还纳闷呢，从来都没看她来过，好像叫什么贺锦。出事了，快走！哎，苏小姐，苏小姐。贺美熙，你站住！贺锦熙，你太过分了！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要是还有人性，就不应该碰我妈妈。妈妈，她有什么资格做我妈妈？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苏妍希，你把我出现在神龙集团周年会上的资料、照片，还有我的手链还给我，我自然会放了她。不然你一辈子都别想见到你妈妈。贺锦熙，喂！妍希，你一开始跟我说的，你姐姐毁容让你替下这事儿，我以为你是糊弄我，或者是你电视剧看多了瞎编的，没想到这是真的。怎么办？我们报警吧！哎，他挟持了你妈妈，这是绑架。我不能报警，你不了解贺锦熙。如果我报警的话，妈妈性命真的会有危险的，而且顾西城也会发现我从头到尾都是在骗他。怎么办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你先回家吧。哎，妍希。
安安，进来一下。顾总，有没有人进过我的办公室？没有啊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的文件，还有抽屉，是谁动的？可能是保洁阿姨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小心碰着的吧。动我抽屉里的文件，是保洁阿姨的工作范畴吗？嗯？顾总，我不知道。还在撒谎！顾总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在您不在的时候翻您的资料。但是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把您的资料外泄给任何人。顾总，你要相信我呀！承认的倒挺快的。你应该知道，作为一个商业间谍，最后的下场是什么。顾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您看在我跟了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求求您高抬贵手。起来吧。我也没说要把你怎么样啊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应该不可能这么蠢。这样吧，既然你跟常志成很投缘，那我把你调到他那儿去做秘书吧。嗯，就这么定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呀，就到常志成那里去上班去，也好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不好吗？顾总，您是想让我过去替您做些什么吗？嘘，你是个聪明人。张叶达，你从哪儿弄的这家医院？我是整容医生啊。如果你是整容医生，那你可不不可以。如果你的脸能这么容易就整回来的话，那我何必要大费周折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万一你有其他目的呢？不帮就不帮，别找那么多理由。待会儿你在外面等着，不要进来。为什么？人是我带来的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想跟我合作吗？如果想的话，就不要问太多，知道太多对你不利。整容医生，你当我3岁小孩啊？张总，这个地方就交给你了。是。怎么回事？没吃什么东西？不会吧？你怎么就怀孕了？怎么办呢？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张叶达，你是个混蛋！不行，不能要这个孩子。
在哪儿呢？我在哪儿？我现在的行踪需要向你汇报吗？你可以不用向我汇报，但是我必须得保证你肚子里的东西是安全的。张叶达，你算计我？怎么能叫算计呢？这也是我们合作内容的一部分。你能不能进顾家？全都靠你肚子里这个东西了。合作？你现在跟我谈什么合作？我现在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，我怎么进顾家？你当顾西城是傻子？他就是傻子，所以你大可以放心。你在哪儿？我们见个面吧。我在你家楼下。你怎么这么着急啊？少废话！我妈到底在哪儿？苏妍希，今天我没有心情下去见你。过一会儿会下去一个人，你把东西交到他手上，等我们确认之后，自然会带你见你妈妈。喂，喂。我发现你这个人挺得寸进尺的。我得寸进尺吗？我要如果不得寸进尺的话，别人会对我得寸进尺的。好了，喂，就是他吗？对，就是这个人。现在能告诉我妈妈在哪儿了吧？等等，我有时候挺同情你妹妹的，怎么会有一个你这样心狠手辣的姐姐？我跟你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。好了好了，说正事儿，东西我们到手了，他妈妈要留到什么时候？留到你进顾家的时候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你跟顾家到底有什么仇？我跟顾家没有仇啊，我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。哼。贺锦熙，开门！贺锦熙，我知道你在家里，赶紧把门打开，把话给我说清楚。贺锦熙，别给我装傻，快点！贺锦熙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明明已经说好了，只要我把东西给你，就把妈妈还给我。但是现在我突然改变主意了。你到底有完没完啊？你不要再逼我，再逼我就报警了！你把门打开！报警？那你去吧，真的，我无所谓。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。到最后，我们就看谁死的比较惨。贺锦熙，把话说清楚，开门！别给我当做头，我快点！开门！哎，你干嘛呢？不要影响业主休息，赶紧去！贺锦熙，你再这样，我要查你做事了。你。露露，方叔，西城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西城。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有什么事儿，吃完饭再说吧。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庆祝你出院，请吧。
Cheers。来，吃吧。怎么了？菜不合你的胃口啊？西城，我还是想先把事情说完。好，那你说吧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，伤害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杀了你。我跟你开玩笑呢。我很认真的在问你这个问题，你觉得可笑吗？你真的觉得这个问题有这么可笑吗？哎呀，锦溪，我是看你刚出院，心情不太好，我逗你开心呢。别生气，我向你道歉。来，坐下来继续吃吧。啊，西城，你能不能认真的回答我这个问题？好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欺骗了我，我会原谅你，但是我会离开你。怎么了？我又说错话了？锦溪，你别难过了，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。明天我就要出差了，咱们两个好好的行吗？啊？你怎么办？我骗了你。你说什么呀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了？我没有受委屈，西城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骗了你。其实别说何锦溪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以前你经历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我都不在乎，都可以原谅你。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，割舍不掉。你就是你，你是我顾西城的老婆。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常志成，好久不见，又是你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不重要，你只需要知道，
我弄死你跟掐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你是顾西城派来的？顾西城哦，你把我看得太简单了。我跟他干活，你觉得他配吗？那你到底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的老板不是你的敌人。我知道了，你们找我是想和我合作是吧？合作的定义是什么？是两方在实力相等的情况下。你觉得你配吗？那你三番两次的来找我，什么意思？如果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，请你下车。常志成，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掂不起自己的分量，又不知死活。哎，你们这种人结局都很惨，你知道吗？上次的 U 盘只是一份见面礼，下面的故事才精彩。我知道了，你们是想利用我做你们的傀儡是吧？然后利用完了，再一脚踢开，必要的时候会让我做你们的替死鬼，是吧？为了生存，你别无选择。我不怕实话告诉你，顾西山现在已经盯上我了，所以无论你们找我做什么，都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你多虑了，我们这个事情早考虑到了，越危险的人，对于我们来说越安全。你这次要去多久啊？今天必须要走吗？锦溪，我就是去新加坡出个差，几天就回来了，在家等我。越快越好。放心吧，别拉着个脸，笑一个嘛，好好笑一个，这样才乖。路上注意安全。知道了，走了。啊，少爷，行李都上车了，真的不要我送您？不用了，方叔，公司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哎，还有，那件事儿要尽快调查清楚。我知道。喂，贺锦熙，你又把妈妈藏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很简单，我要你离开顾家，离开顾西城。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答应你的。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还是想清楚再回答我。不过苏妍希，我没有什么耐心。贺锦熙，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？明明是我姐姐，为什么要这么逼我？妈，你千万别怪我对我妹妹这么狠。20多年了，
我跟着贺振东的每一天都生不如死。我当时想，不如死了算了，一了百了。可我后来想通了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初抛弃我、不要我的人是你们，应该受到惩罚的也是你们，为什么我要去死？就当我觉得一切快熬出头，我很快就能过上我想要的日子的时候，我自己的亲妹妹却霸占了我的位置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她那么容易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一切，而我要这么苟延残喘的活着？不过没关系，很快一切都会回到原点。我一定会过上我想要的生活。东西都寄出去了吧？你放心吧，都寄出去了。而且我还做了些手脚，我现在就能想象出南宫琉璃收到那份文件的表情。最近安排你去趟新加坡。要我去新加坡？你要我去那儿干嘛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Welcome to 喜来登。来这边。明天还有什么行程？明天上午没有什么安排，下午有2个会议。如果可以，尽量把我的行程安排的满一点。是我尽量安排。对了，顾总，今天晚上还要给您安排其他的行程吗？不用了，拿几瓶酒到我的房间。哎。等一下，苏妍希，西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出来散散心。我之前做了太多对不起你跟锦溪的事情，我自己都不能原谅我自己，所以我决定出来走走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既然你自己也能想明白，那就最好。我们不会放在心上。谢谢你，妹夫。你这次到新加坡来，出差。祝你在新加坡玩得开心。妹夫，这么巧，我也住这层。如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发，思念却在墙和瓦。
再见了。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儒雅，把挽回的手放下。镜子里的人说假话，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？装聋或者作哑，要不我先说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。有没有人啊？有没有人啊？出来！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？出来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要绑架我？你放心，我对你不感兴趣，所以你肯定死不了。我只是对你老公顾西城特感兴趣。你要利用我干什么？你什么都不需要干，在这段时间里呢，你只需要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就行了。当然，在这段时间里，如果你要是企图想逃走，我肯定不会对你做什么，但是我保证不了我旁边的人对你做什么。你想利用我威胁顾西城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根本就不是贺锦熙。你想凶我，你想用我来威胁顾西城，根本就不可能，他根本就不会上当的。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贺锦熙，我也不需要顾西城做什么，他只需要接受结果就行。知道结果是什么吗，苏妍希？你混蛋，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不会得逞的！你放开我！一定要把他照顾好啊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他的任何条件都不允许答应。知道了。你混蛋，放开我！你的阴谋诡计不会得逞的，顾西城不会相信你的，你放开我！南宫小姐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的男朋友并非是意外车祸，而是有人故意为之？对。那你知不知道这些资料是谁寄给你的？我不知道，没有寄信人，也没有寄信地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调查清楚的。王侦探，就这样就可以了吗？你放心吧，南宫小姐，我会尽快展开调查的。不过在调查过程中，免不了请您给我们配合。那照目前情况来看，我男朋友的案子不是意外的可能性有多大？可能性有多大，目前还不好说。这个案子存在很多的疑点，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，那就是南宫小姐刚才给我的这些资料，那些照片都是被人动过手脚了。不管这些资料是否是真的，那个女人跟这个案子肯定脱不了关系。
西城，你醒了？你怎么会在我房间？啊！西城，你怎么了？我问你，你怎么会在我房间？你好好看看，这里是我的房间，是你昨天主动找我的。西城，你怎么喝成这样啊？锦溪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肯定是你故意的，苏妍希，我告诉你，这肯定又是你的阴谋诡计，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这件事让第三个人知道，我一定饶不了你。那就由不得你了。怎么样啊？不吃不喝，不吵不闹。苏妍希，不能这样对自己啊！啊！我死也不会让你用我去威胁顾西城的。你不能死啊！你怎么能死呢？这个时候你可不能死。来，喝点水。哎，乖。那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他交给你们了，只要别让他死，怎么着都可以。又没吃？少爷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也不怎么吃东西，这都多久了呀？哎呀，少爷从国外回来以后，听说少夫人离家出走了，这人就像疯了似的，每天不停地找我。公司的事儿再也没管过，也没去过。那有少夫人的消息了吗？国内啊，基本上是找遍了，也不见踪影。想着是不是出国了，可一查出境记录吧，也没有少夫人的名字。哎呦，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。方叔，我听说少爷之前在国外也出过一点事情，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在背后乱嚼舌根子，你让老夫人听见了，这个家你就待不了了。我也只是说说嘛，老夫人她也没有准备要回来啊。谁说老夫人没准备回来呀？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儿，她在外边能待得住？少爷，少爷，你是不是饿了？要不我给你下碗面条。我的酒呢？少爷，这里的酒都让你给喝光了，你还是不要喝酒了，喝酒多伤身体啊！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把它摆满。少爷，老夫人就要回来了，
您再这么下去，让他看见了怎么办？少爷，少爷，方叔，这几个月下来，您查的怎么样了？您是说，这个叫苏妍希的女人可能被绑架了？从她短时间和后一段时间的行踪来看，确实很有这个可能。那她是不是害我男朋友的人？有可能是她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我就不该心软放过她。从我们对她的调查结果来看，她应该是在替别人做事。但如果这一切都能够成立的话，她为什么会被别人绑架呢？可能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吧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为什么还会有人匿名的把那些所谓的证据寄给你呢？这一切发展的太顺利了，我总觉得有哪儿不太对劲。明明知道顾西城不在公司，为什么要到这儿来？正是因为顾西城不在，才要来。你进顾家的时候到了。哎，小姐，稍等一下。小姐，哎，小姐，稍等一下好不好？给我让开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位小姐没有预约。我要见你们总裁。小姐，我们总裁今天不在公司。不在公司就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有位苏妍希小姐在他办公室等他。哎，小姐，没有预约不能进去。哎，这么跟我说话，你们想干什么？知不知道我是谁？小姐，公司规定没有预约不能上楼。您这样的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哎，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是孕妇，放开我！放开他！董事长好。董事长。奶奶。奶奶，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信不信由你。反正我肚子里怀的是你们顾家的骨肉。你和西城的事儿，我早有耳闻。西城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我的孙子我了解，他是一个有原则的孩子。但是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他会和你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不过我敢肯定的是，肯定不会是他主动在先的。奶奶，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样说对我太不公平了。我别叫我奶奶，你还没这个资格。好了，你也不需要再装了。之前你对西城的心思我清楚得很。当时西城根本就不可能喜欢上你的，你没那个机会。我这次从国外回来，不是想追究问题，而是想解决问题的。解决问题？对呀。你是想让我打掉这个孩子？这可是条生命，是你们顾家的骨肉。如果你怀的真是我们顾家的骨肉，那我肯定会要你这肚子里的孩子的。西城那儿你也不用担心，我会让他承认你的。但是，如果一旦让我知道不是，那可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这个您就放心吧，我肚子里怀的就是顾西城的孩子。哼。
拨弄她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儒雅，把挽回的手放下。镜子里的人说假话，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？装聋或者作哑，要不我先说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，再见，顾西城，把我忘了吧，爱我不值得，请你不要找我，这是我唯一的请求，对不起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